回事？哎呦，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！难怪大清朝有今天，堂堂的中堂大人，放着朝纲不问，满世界跑，就跑来一屉饽饽。荣禄无能，然臣以为天下之安危，系于太后一身。荣禄只求太后安康。启禀太后，虽说这饽饽不算什么，可在这贫瘠之地、偏远之府，可就稀罕了。刚才奴才算了算，老佛爷得有半年多没吃到这梅子面的饽饽了。荣大人为了让太后老佛爷能吃到这新蒸的热乎乎的饽饽，那手都让热气儿给熏出泡来了。是吗？哎，事后太后无足挂齿，伸出来让我看看。臣不敢有劳太后，还是请太后赏脸，趁热尝个新鲜。哎呦，太后还等着呢，你快点把手伸出来，让太后看看呀！你荣禄要不是朝中重臣，这份心也值得让人热乎乎的。可你偏偏是个中堂，不知怎么的，干嘛不把心思用在身份上，总往人心眼儿上下功夫呢？唉。奴才这就给您进膳吧。让荣中堂平身。谢太后。不是还有臭豆腐吗？让他也尝尝，不就着点咸的，甜的让人醋心。这谢太后。老佛爷进膳啦！进膳喽！进膳喽！胖子，晌午撤下那盘呢？到了。废物！这是几千里以外一道手一道手的传过来的。老佛爷吃出剩味来会怪罪的。这臭豆腐剩味儿是什么味儿啊？啊？哼，边儿去！荣大人，谢谢。这萝卜虽小，长在辈儿上了。别看咱们没把皇上多看重，在外国人眼里，显示朝廷的还是皇上。
他们算什么呀？不算什么，却出了个算什么的难题儿。不让皇上去谢罪，他们干吗？那就看李鸿章的了。李鸿章也难呐。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！什么都成了金贵的了，连个臭豆腐也吃不起了，拿吃剩下的打发我，把值班的厨子给我叫来。哎，这，哎呦，哎呦，饶命啊！哎呦，老佛爷，饶命啊！哎呦，老佛爷，饶命啊！老佛爷息怒，不是下边的欺君，都怪洋人祸害了这太平的年景儿，不敢瞒过老佛爷，就连这半坛臭豆腐也是什么说呀？还是淳王府的侧福晋省下来孝敬您老人家的。什么？好啊，两宫西幸边陲，他避难倒避出气派来了。他坐在家里瞧我的乐呵。那好吧，我让他美够了。来呀，奴才伺候着老佛爷。把载沣和随驾部员都给我叫来，我要当场降旨，让载沣顶替皇上去德国谢罪。这大学士王文韶见驾，大学士昆网见驾，户部左侍郎袁海环见驾，山西巡抚陈春轩见驾，运提大臣陆传林见驾，温亲王载沣见驾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奴才在，奴才伺候皇上。为何召见群臣？这奴才没资格知道啊。我有资格，我是当朝之君，我是皇上啊！您不早就是皇上了吗？太后老佛爷处理朝政，也不是一天半天了，您怎么又沉不住气了呢？敝各国素以文明之称，断不能不容说话，不讲公理。现大清逼迫得如此境地，朕不能坐观不举，甘愿受辱。朕要去见太后，请皇上留步，当心龙体大安呐！滚开，滚开！什么大安小安，分明是阎王好见，小鬼难。皇上甭留着，往下说吧。奴才不会传给太后老佛爷的。